但是第个促进会成立40档，伫这个理干事努力，互相洗澡茶会活动慢慢伫第20档。今年以遇见爱伫夕阳下为主题，首次行出古迹的场地，甲热门打卡景点，也是游艇俱乐部合作，希望吸引少年一辈来接触地艺，嘛用新旧交替方式来传承。过去一直以来呢，我们的夕照茶会大部分都是在古迹举办，好啊。那因为我们现在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喝茶的群组啊，就是希望呢，就是往年轻化的族群推广。那今年呢，我们的夕照茶会呢，特别呢，就是拉到我们就是现在安平这附近呢，就是很有名的我们一个游艇的码头来举办。好，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叫做遇见爱在夕阳下。好，那主要呢，就是说，在我们品茶席啊，然后听古筝的结束之后啊，然后再带我们的茶友啊去体验一下比较新潮一点的那种，就是大家带着人泡茶到去坐我们的豪华游艇我们豪华游艇这是目前我们南台湾最大的一台那个就是高级游艇，就一次呢可以容纳40个人。好，那我们希望说呢，就是能够把我们的那种茶艺文化推广向年轻族群。每一档的地色拢有济济风貌，今年为了迎合海风加地芳，不止地色用里蓝色、白色加红粉的元素，连地盘毛用古早希诺奇的门窗来设计，相当特别。促进会邀请报名民众到时申请拿白两色服装来参加，品尝顶级的地色，并体验目前台南上新这价6000万的豪华游艇，来欣赏美丽安平景。第一次在安平这个海边这边，所以我们这次的，因为借这个蓝天白云，所以我们这次有要求来参加的与会朋友，大家都必须穿蓝色或是白色的衣服，所以我们这次举办了蓝白趴。那我相信这个拍照起来，大家玩的氛围应该会很棒。因为互相夕照茶会一般都是20档备受好评，所以11月9号东港三体处总共150个名额，真紧地压满，欢迎有兴趣民众报名就要紧。台南新闻阮籍林英光采访报道。